有切骨头做福字。这内面吼，拄则是讲精髓嘛。即摆来就讲咱要安怎食。伫个热天吼，咱会记个热天有爱流几这几句话，就讲咱来养心、护心，然后少怒，然后多吃一些苦的，然后多走甲。咱讲到这个钾，咱这个咱人体内面较多钾的浓度若无够，咱会安怎心脏无力？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咱若食伤多吼，咱若食伤多，嘛会引起咱高血压。那钾不够的话吼，有些喜欢呕吐、腹胀。那伫个临床上吼，讲中暑吼，咱做人是毋做个中暑诶，其实就是咱的血里面的钾吼降低了。哦。那迄个钾，伊安怎降低的？比如汗流足多，汗流足多，咱的汗水内面就是含有钾。咱要安怎补这个钾？青菜内面上多，青菜内面的钾上多。金蕉啦，金蕉。对，就讲到还金蕉的钾嘛多。来讲到金蕉，咱就想到第五加金。芭蕉。只要抽筋的话要怎么办？芭蕉。就吃香蕉。咱的抽筋吼，两个原因。咱抽筋就是体内矿物质钾跟钙缺乏。钾跟钙缺乏。那你也感觉讲啊，我都有咧补钙，共款咧抽筋，啊，就是你的钾无够，啊，计食金蕉。食芭蕉。啊，金蕉食这个，佮共款咧丢加筋，啊，你着赶紧食钙。补钙。就这两项尔，哎，丢加筋着食金蕉。那咱来讲到秋3月，秋天3月的话，伫个你的四季节就是这嘛，立秋吼，那属第二个暑气就对啦，做白露啊吼。咱咧麻豆油啊，讲拢爱白露过才会歹。有白油哦，爱白露过。咱甲厝若无白露过咧，会真正有差咧。所以有一个酸甘白油是酸甘了。哎，对，所以你看咱的五谷内面，拢照咧理四季节24个节气在行的。然后寒露过来，酸甘就是要挽白油啊啦吼，迄阵就较干燥啊，所以秋天吼，咱拢有一种白啥病，气部的问题，脑豆喵喵上咧扫。人讲迄个脱水会惊了，老啊医生咧。惊低烧啊。医生嘛是爱惊低烧。咱告诉咱若照即个，咱若知影24季节吼，其实咱毋免惊扫啦。到秋天咱若感觉老会喵喵较紧嘞，拄则咱有甲咱讲过。过敏啦，迄嘛是扫啊，迄拢属于气部、属于脾仔的问题。杏仁你一定爱食，杏仁。杏仁低烧100%，因为杏仁伊会当宣降，应该宣就宣，应该降就降，所以杏仁是真好的物件。就杏仁粉、杏仁豆都可以。那这个言论啊，《黄帝内经》吼，甲咱讲，伫个秋天3个月，咱要顾咱身体。好，咱一起念秋三月，此谓容平，天气已极，地气已明，早卧早起，以积聚心，使志安宁。依法修行，收敛神气，使秋气平。无外其志，使晦气清，使秋气之应，养收之道也。逆之则伤晦，冬孙肾，冲则。他是讲咱啦，无要好好啊，秋天这3个月无要好好啊过日的话，就会到位了。给冬天的话，那所谓残血的是落晒啦，落晒食其他都食袂好啦，伤着肾脏啊。然后要怎过日就是安尼啦，爱互迄个气足容平的啦，然后那个天气已明啊，天气已极嘛吼，地气已明嘛吼，好像寒气刚刚要上升啊，这个时阵是不是阳气在下降啊？啊，地气都明的啊，咱要怎过日子？较早去困嘞，早卧早起嘛，啊，较早起来哦，然后以居聚星，就讲听着鸡仔咧叫，就爱爬起来，
系啊，所以这个鸡仔条搁再鸡仔，所以叫这个鸡仔，好着叫啊。啊嘿啊，嘿嘿。所以真拢无共啊啦吼。咱遮就是，咱的身上有无？伫咱的身上若看到青筋啦，咱就知影有啥物毛病啦。哦，咱看迄个青筋若轻轻啊，有青筋就是那个啊，机制，就是讲循环代谢无介好啊啦，啊。看你对青筋，比如咱手背的青筋，后面会讲到哦。食咱手背手只要有青筋，就代表咱的腰啊，腰的循环无介好啊。腰的循环。然后咱的青筋吼，咱佫有看，比如伊青青吼，小可尔，就代表咱毒素较轻。啊，你若已经青甲变黑色啊，啊，就毒素较侪。那中是属于紫色的，伫遮手背有啊吼。咱的手吼，手背的青筋就代表啥？腰背啦，腰背有医治，就咱的腰交咱的脚趾领吼，循环无介好啊。伊容易导致咱的腰肌劳损啦，就是腰的肌肉啦，然后容易疲倦，咱的心胸快的腰酸背痛，然后出现肌肉紧张，啊，然后那个硬结节就是筋动是斑斓的啦，啊，然后咱看迄个手吼，这安尼咱看有，咱用手来看，小朋友的青筋吼，伊这个手是伫这个手指。内底这手指，啊，所以你若看小朋友的青筋拢走伫遮吼，咱就会当讲小朋友的消化无介好。那大人的话吼，咱就会当嘛是消化无介好，而且会当佫反映讲伊头部的血管循环嘛无介好，那脑部供血不好，那这个时阵要安怎？容易中风对，然后容易头痛，容易头晕，这时阵要安怎？毋是逐项拢食药啊，紧歹打。歹打棒嘿，歹打。讲头，讲我分去啊。无啦。唔通分去啦。真干。你着爱讲，唔免惊，你家己讲。用歹打棒，爱用手哪会使？手啦，无紧起啦。你安尼讲。这招很好用哦。这招很好用。你若看你的手只要有青筋啊，爱紧来讲头头。以前像咱来上课无，啊，若讲佫忝，咱嘛讲过。哦，那敲一敲，敲一敲啊哈。轻一点，要轻柔一点。再来，咱的大鱼际就是讲遮，感觉这个叫大鱼际。咱大鱼际若有青筋，通常咱就感觉咱的腰脚骹特别酸，骹腿啦，腰骹腿个小腿、大腿，迄个是风湿关节。啊，嘛是歹打，所以咱若只有青筋，你阵歹打骹，歹打骹，小腿更好，更好啊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没错。其实咱人的身上吼，无一定讲爱找医生啦。穴道交经络吼，就是咱的加油站。啊，咱即个人已经讲是一种习惯啦，小可毛病，像咱拄则迄个阿嬷讲啊，迄个伊小可猫有痰，伊就讲要找医生食药啊，不一定。啊，咱就知影迄个气无顺啦，啊气无顺，有时咱甲做歹打，起开咱的穴道，今日咧放咱家己加油。再来，这手掌的青筋在遮。咱这个打，通常女孩子就是那个妇科问题。那男孩子一样啊，男孩子嘛是有男性病的问题，啊，咱这就会当看。调整了，生命线跟大鱼际有差别哦，大鱼际在这边嘛，看5个这，那生命线就靠近中间，伊就会比较容易胸闷啊，迄属于肝啦，肝气郁结啊，要安怎？肝气郁结要安怎？开手是个办法，
还有就会唱歌。唱歌也可以治病哎。这个唱歌哎，很厉害。哎呀，我最喜欢的啊。唱歌也可以治病哎。那假如在食指这边，食指有在给等左边，那右指的话就对，左就交叉，啊，那是循环的问题，拍打对，就拍打。啊，那个筋哦，上加变紫色或黑色。那只要中指的话，就代表心脏哦。所以他说动脉硬化其实叫做心肌梗塞。中指的话跟心脏都有关系。